係，錄呢個時間係2025年嘅10月29號星期三，本地時間23點58分。我要講嘅係嗰個閪島上邊喺10月25號星期六，上個星期六開始有個好大型嘅活動咧，就叫做同志遊行啦咁樣。好啦，先睇呢張圖。啲字細啲，勉強睇到嘅。你只需要留意最右手邊星期幾嗰個位置啊。由佢喺2003年開始搞到2025年，總共23屆。每一屆或者每一次都係喺星期六，而個日子咧都係10月尾11月頭。嗱，呢一個咁定呢個日子，當然係有好機關算盡啦嚇。首先咧就係天氣涼爽啦，可以盡量剝曬就剝曬啦嚇，又唔會曬到成身汗啦。有冇外觀瞻啊？其他人係咪中意睇啊？咁樣就佢哋唔會理嘅。咁跟住就係10月底、11月頭係一定會騎咗重陽節呢個假期啦。仲有就係鬼佬嘅10月31號萬聖節啦。咁啊無疑會令到或者係吸引到好多有假放或者係容易有理由攞到假嘅嚟自東南亞又或者其他西歐國家嘅人咧，就去到呢個閪島嗰度咧，就係即係累埋去呢班同志度咁樣都唔緊要，但係我要喺度同，如果你有伴侶又或者你有家庭成員係喺10月25號之前出發，就算佢把口話唔係去台灣都好，唔係去閪島台灣都好，佢要11月2號啊3號先翻嚟啊，或者係過咗重陽節假先至翻嚟啊。你喺你嘅手機嗰度，喺個 Canada 嗰度 mark 低2個日子，分別就係你當佢翻嚟嗰日係11月1號啊，mark 3個月，即係12月、1月、2月，2月1號。好啦，3個月咧，你就睇下瞓醒嘅時候，佢個鋪床或者佢瞓嗰個位有冇飆晒冷汗、濕晒，即係盜汗。因為2月1號已經就嚟立春㗎啦，凍㗎啦。咁但係如果佢起身嘅時候，佢瞓嘅嗰個地方濕晒嘅，即係表示佢盜汗，又話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好危險嘅一個病徵嚟嘅。其次嘅就係呢3個月裏邊，佢體重有冇急降啦，食慾不振啦，夜晚瞓唔到覺啦，話失眠啦，呢啲都係一啲經由性接觸而得到嘅病毒，譬如係梅毒啊、淋病啊、乃至 HIV 啊，會喺呢3個月裏邊一定會發嘅，即係唔會有話即係個空窗期或者嗰個即係潛伏期去到10年啊、8年咁樣，即係嗰啲係好 exceptional 嘅例子嚟嘅嚇。你唔好諗住瞓喺你隔離有一個伴侶或者你屋企成員係有咁出類拔萃先得㗎，一般人嚟嘅啫，即係喺即係抵抗呢啲咁嘅病毒嗰個各方面都係一般嘅時間嘅啫，即係 within 3個月內就一定會發嘅。請用你最強而有力嘅方法要佢驗血，睇醫生冇用嘅因為咧睇醫生同睇相都一樣嘅啫。咁個客坐喺度，即係個病人坐喺度啦。咁啊，醫生問佢：喂，你有冇唔安全嘅性行為啊？冇。你有冇用安全套啊？有，一定係咁答嘅。咁所以咧就睇相佬就會問你攞個時辰八字，跟住開個盤出嚟。嗱，其實你係咁嘅喎，你落個仔喎，你係專做小三嘅喎，你係不務正業嘅喎，你呢個臨老就晚景凄涼嘅喎，咁樣等於個驗血報告係一樣，都係一堆數字嚟嘅啫。跟住個醫生咧就去睇相佬話俾你知，嗱，你呢個咁嘅指數，你呢個咁嘅腎嘅肝嘅酵素指數就咁低或者咁高咁樣，同埋你一個因為梅毒咧係一個有爪痕性嘅
嘅病嚟嘅。咩叫爪痕性嘅病咧？就係、你中過一次嘅話咧，你呢世都係 positive 嘅。只係喺你嗰個血液樣本裏邊，你去做化驗嘅時候咧，就係佢將佢大略做36倍、72倍咁樣之下，有幾多粒病毒？因為大略咗之後嘅血液，如果仲揾到一定數量嘅病毒咧，就可以客觀地證明呢個人究竟有冇傳染力嘅啫。梅毒係一個唔能夠根治嘅病嚟嘅。如果真係要講唔能夠根治嘅病嘅話咧，梅毒係首位嚟嘅。即係嗱，因為譬如梅毒啊，或者淋病啊，或者衣原體咧，好多時候咧唔係由生殖器官嗰度即係首先爆發嘅。好多時候因為前戲係需要用把口噶嘛。好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係會喺口腔裏邊發現呢一啲即係病徵即係喺口腔裏面發先嘅咁樣。咁好多人就會話：哎呀，喉嚨痛、扁桃腺發炎啊，或者係又唔夠瞓啊，好多呢啲咁樣。咁有冇帶袋啊？冇。有冇安全性行為啊？有。好啦，因為呢一啲細菌感染，呢啲咁嘅病毒感染咧，係喺口腔裏邊發生。咁所以同台食飯，佢選完嗰個筷子夾餸，你又夾佢料過嘅嗰碟餸。如果你口腔唔係完整嘅，你流過牙血啦，然後佢夾過嗰啲餸啊，或者佢食剩嗰啲，你又唔捨得嘥咁樣，你執個口水尾啊，你個口腔就會間接被感染。你有冇去呢個同志遊行嗰度玩啊？你有冇享受過嗰啲咁嘅愉悅啊？嗰啲驕傲啊？冇喎！你10月25號到到11月1號，你係喺踎喺香港嗰度，或者踎喺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日本啊、南韓啊，你喺度繼續日日上班啊，日日返工準時啊，跟住然後電費你又交啊，租啊你又份交啊，佢又走去玩啊，玩完之後。佢有冇搞你啊？冇，因為哇，由25號開始玩，一路哇去到10月1號，你就做緊到11月1號，你啲底衫褲啊擺埋喺同一機衫裏邊洗啊，亦有機會中，除非你啊煲滾水。將嗰啲底衫褲啊、佢啲內衣褲啊烚完15分鐘啦，先拎落洗衣機洗啦，咁就安全。但係啲煤氣費、電費係咪要on top 加佢15% 關稅啊？即係都唔講毒品要唔要翻嚟驗一驗？你有冇唔記得？曾經我有一集講過嘅就係佢哋有個叫梅花新聞網啊，即係一個好古舊嘅一個咁叫佢哋自己嘅官方嘅一個 web page 啊。就曾經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話係1996年啊，唔記得係3月4號定4月3號啊。聯合國咧就出咗一個報告，就係話台灣係毒品轉口國，已經係第3度將呢個閪島列為轉口島咁樣。1996年嘅第3度蟬聯呢個稱號啊！咁而家幾時啊？而家2025年、2026年都嚟緊啦，30年啦。咁有冇？Excuse me。咁佢有冇搣甩呢啲咁嘅描述啦？咁我唔知啦嚇。但係佢有機會喺屋企裏邊間接將梅毒、淋病、衣原體傳染俾其他家庭成員，或者傳染俾你嘅話，咁呢個我諗係關你事啩。咁總言之就，我啊盡咗我嘅能力去將一個咁嘅事實，即係話俾你知。咁至
至於你又冇辦法可以令到佢去驗血或者驗尿，而確保佢唔會將病毒、將梅毒、淋病衣原體帶翻嚟，即係屋企裏邊嘅話，咁你盡力啦嚇，維保你自己嘅個人安全。如果屋企有細路嘅話，就哎呀，阿彌陀佛，拜拜。